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做回人版台湾事，大家好，我是下面张伟民。咱看到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哦，因为不满罢韩的这个个，咱看到伊破文哦，伊讲表示啦吼，过去日本人伫咧100多年前吼，将这个大狗改名或者是高雄哦，希望这个城市是又个高雅又个这个雄啦吼。那只要这个高雄这个华语的这个汉字，个可能有这个高尚啊、高等、高雅的这个意思啦吼。啊，雄咧，都是有这个雄伟的这个解说方式啦吼。又个高尚又个雄伟啦吼，但是安尼讲法是只要这个华语的这个思考来去直翻的吼，嘛引起到这历史界也是政治界一个普遍网络顶的这个讨论。其实哦，咱讲这个过去原名是平埔族，这个马卡岛的这个族语，日本来吼，日本人来了后啦吼，这个打到这个发音接近日本京都因这个附近吼，因讲是塔口这个塔口马基啦吼，伊是照日语的这个汉字混读音来照字面来读啦吼。咱讲华语才会变做是这个高雄啦吼。咱讲台湾的这个地名、地号名啦吼，甲这块土地、甲历史，其实甲族群、甲社会演变拢真有关系。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行到台湾，找找台湾地号名由来。接着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秘书长戴宝川。各位观众，大家好。秘书长你好，咱第二位咱来邀请到台语正常化推动联盟召集人柯惠英某某。大家好。某某你好。第三，咱要邀请到台北市永健国小教师柯家勇。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腔口是倒位腔口？我是鹿港人。是，咱今日就要用到真侪种腔口来做伙解释咱台湾地号名由来哈，真正是多元哈。先来请教咱讲地号名这个专家地老师啦吼，真正咱讲族群真正是多元啦吼。过去咱讲这回这个又个高又个雄，这个点吼，真正是伊的讲法是对啊，毋对？这当然是唔对嘛吼，因为即马基本定若是查有读国小还是国中的学生，拢嘛了知影讲咱高雄即个名是为打狗改做高雄啊。无一定讲完全知影伊是安怎演变，但是袂去讲叫做高雄是一个高一个雄啊。这实在是，若要讲较歹听，讲这应当爱个叫伊去登去读迄个国小补校哈。是，咱就先个补习一遍，个补习一遍哈。咱就先来看讲，到底又个高又个雄，这个讲法安怎来？先做伙来看。国民党立委陈以信伫面册感慨罢韩的结果。表示过去民进党执政20冬，高雄失去欢迎，外国人拢走啊，少年仔嘛离开啊。佮讲日本人将打狗改名高雄，就是希望这个城市又高又雄。但是又高又雄这4字一出，侪网友开始留言纠正。就连日本学专家蔡义定嘛讲，高雄的号做高雄，是因为旧地名塔口打狗的发音，甲日本京都地名塔口混读音相共。高雄当时在日本京都是一个名山那这个山势呢，其实算是雄伟啊。那么上面也有日本人的护国神寺啊。所以说，当时取名高雄，而不取名同音的高纬因为高雄这个音也可以翻成高纬，那取名高雄其实就有这个用意啊。陈以信替家己辩护，批评网友唔捌半项，但是立委陈碧维用高雄出身的身份替伊上课。日本人又来到高雄之后，听到打狗，看到打狗2个字，觉得不太文雅，所以就把打狗就用他们这个应该是在京都附近的一个城市名字。叫高雄打高，把它变成这个当时高雄的汉字，那大致它要怎么翻译？批评之前应该要先了解高雄的故事，而我今天在谈高雄，其实并不是对高雄一无所知，而是对高雄有深深的学习跟理解。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斗一卡，伫面册响应国际海洋日，滚酸笑问网友敢有感觉台湾又台又湾，算是滚酸笑。台湾地名的历史有伊的起源。甲大家对这片土地的记忆，这回引起讨论，互大家对历史会当搁一摆的认识。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又个高又个雄哈，即阵嘛咱讲吼，咱讲这个苏贞昌院长啦，伊是讲这个又个台又个湾啦吼，咱所以这个台湾新眼界是变做又个台又个湾的新眼界咧。咱继续要来请教某某啦吼，其实看伫你面册头顶
有讲你住伫咧中华路啦吼，对啊若是中华，是毋变又搁中又搁华。对啊，安尼我就足烦恼的，我毋着又中又华哦安尼唔通哦就希望讲即个路会当改名是啦吼，所以讲我感觉即件代志当然引起大家的讨论，我感觉这是真好，上无咱会当大家开始来思考讲啊，家己所住迄个所在地号名为什么安尼叫？是我感觉上无会当有即个好处啦吼，啊我感觉拄则即个。陈立伟吼，陈立伟伊所讲，伊可能是对高雄可能有真侪了解，但是伊对即个语言的演变吼，伊一点仔了解都无。我感觉伊就是当看到即件代志。自语言的这个展出，伊实在无了解。人讲过去可能这个书写系统这部分，咱搁申请这个某某人甲咱解说一下。过去咱讲日本时代嘛是一个实名的统治，国民党政府、国民政府来台湾嘛是一个实名统治，对咱的书写系统的转变。真正影响真大。是，吼，咱就看到讲诶，咱知影讲高雄即个名，伊其实是为即个日文来的嘛，吼，读考来的吼。啊，咱今仔嘛会当介有即个事件，咱大家会当了解一件代志，就是讲汉字毋是干那一个读音尔，毋是干那会当读作高雄，伊佫会当读作读考，佫会当读作高雄。吼，我感觉这嘛是即摆的事件，互咱的一个礼物啦，吼。啊，咱嘛知影讲来，咱台湾人过去吼，足侪无共款的政权，一直换来换去。啊，即个地号名，伊本来就是先有名，才有字嘛，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咱就是讲，咱书写系统一直去互换来换去，吼，就亲像咱以高雄即个所在做一个例，吼，以前大家拢讲，遮叫做读考，可能上古早是即个平埔族因安尼叫，啊，但是尾啊，咱这汉人，伊就要摕一个书写系统，啊，免来表示读考即个音，吼，免写，啊，就摕汉字的台语音来表达，所以变做是。打狗，咱就看到打狗这两字，咱毋是家读做打狗，咱是读做打狗。这就是汉字，伊是读台语音来表达读考即个音嘛吼。啊，尾啊，搁日本人来，啊，日本人又搁换一个。书写系统，伊要共音，伊是共音，但是换一个书写系统，伊系统就是日文的系统，吼，所以讲伊搁换变做高雄这两字，读做日本音，或者读考，啊嘛是有外音，嘛是外音。到这为止咧，我感觉拢有外音嘛是袂歹啦，吼，你是书写系统无共款安尼，但是你上无你的读音是共款的，但是即马。读考这两个汉字，即马变做是安怎？字共款，但是你要甲读做华语音。哦，波了啊吼，就变做是这个你就变高雄啊，吼，所以讲你变高雄了后咧，吼，你若有机会，咱坐这个吼时光机，吼，坐去到古早，你要去甲古早人讲，吼，讲这个所在叫做高雄，人都听无啊，因为音都规个走去啊。我就是读考啊。对，伊会讲伊是读考，啊，日本人的是日本时代国讲会通，因为嘛是读考，但是来到。读华文吼，读华语的时代，你就叫做高雄，安尼就规个走音去啊。吼，所以讲我感觉这是咱台湾真侪地号名吼，拢面临即个问题啦。吼，所以讲咱来安怎呢？真正会当吼用咱的即个书写系统，甲即个音留落来。吼，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有影啦吼，即个除了即个高雄咧，咱等佫有真侪咧会当好好来讨论。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又佫雄啦吼。咱讲高雄地名即个由来，佫一届带大家来看吼。其实即个读考即个讲法吼，有人讲是即个平埔族，即个马卡道即个部分啦吼，即个族群过去要即个抵抗着即个海贼啦吼，所以因甲这号做是读考是顶拿即个意思啦吼。另外嘛有一种讲法，叫做是即个海婆龙即个声音吼，变做是即个打鼓的即个声啦吼。根据着即个Ino Kanori 啦吼，即个日本即个学者是讲吼，即个讲法是欠缺即个根据的啦吼。主张即个文献内底荷兰人对高雄的地号名即个记录是即个咱讲即个字啦吼，接近咱台语的即个即个声淡的即个鼓仔声啦吼，淡鼓仔吼。推测即个汉人因为即个海岸即个浪声吼，甲亲像鼓共款，所以号名做打鼓啦吼。到底即个地号名即个转变吼，其实即个讲法有真侪种啦吼。毋过又搁高又搁雄的即个讲法，咱讲是一个新的即个解说啦吼。咱嘛尊重伊，但是即阵国校啊吼，因为过去咱讲华语政策，甲咱即个母语长根啦吼，即阵就是处理吼。袂当学到即个长根的即个父母，袂当对因的欣赏学，所以咱自国校开始学，国校的教材内底就写着讲正确的地号名是安怎来写吼。继续咱请胡老师。咱即马吼，因为即个为旧年1贯开始吼，就是国小伊即个有一节本土语言的课程吼，所以咱即个教材，即台语教材，像我即马
手里摕这吼，这就是出版社因咧编九载的时阵，嘛是有编这个旧地号名，吼，所以像这淡水古早做河尾，啊外这个我的故乡彰化，古早做半线，啊新竹或者竹厂，啊当然嘛加着这个高阳。较早做打高，所以像单于信中的这用咱台语有一句俗语说唔捌字，佫兼无卫生。是，所以这个国校的这个教材都有啊头拄啊，这个柯老师嘛带咱自这个淡水河尾，是安尼读啦对，是你的腔口。我的腔口是河尾啦，河尾啦河尾，这个若是即马台语普通腔较普遍的是河尾啦河尾啦所以自这个台北这个淡水这个所在，咱讲到这个打到去啊，继续咱要来唱一条歌啦嘉庆君游台湾这块歌若是过去你若是有看诸葛亮伊是有唱过，这个是黄秋田伊过去嘛有唱过啦继续我先来起一下音，咱三个咱做伙来对啦古早屏东是阿狗，高雄旧名是打狗，台南古都赤坎楼，迎空叫做布姜头。咱等下讲到这个古早屏东是阿狗啦高雄旧名是打狗，台南古都赤坎楼，迎空叫做布姜头啦哇！这块歌自这个咱讲南部开始啦讲到全台湾，人讲宝岛是台湾宝岛这地这个地号名嘛是真有由来。继续咱佫先请咱地老师啦其实自这个嘉庆君游台湾，这个地号名，咱人总共看一届，可能咱能看出有族群的关系啦也有这个咱讲平埔族啊、高山族也好，也是讲这个汉人移民咱台湾社会这个部分来定根的，佫有因为这个。交易做商的做农的，拢有伫这个歌词内底来呈现咱继续先请地老师。是，亲像咱若听这个嘉庆君游台湾，伊嘛会讲着讲家己旧名猪罗山啦猪罗山毋是讲迄粒山叫做猪罗山即个山，其实是迄个社本来就是猪罗山社啦。本来迄个规个名拢是安尼。是。荷兰时代就写甲足清楚。尾也甲伊减了，变做猪罗，所以咱清朝的时，毋才有一个猪罗关。所以内底就唱着这。是。因为较早拢有住平埔的嘛。是。所以你看像咱台南的迄个龙田，是。就阿扁的故乡。迄个附近遐，古早名就讲番仔田。因为咱台南就平埔的汉人来拢甲这平埔叫人番嘛即个平原地区共叫人食番嘛，若住山的共叫人青番嘛这家己实在是番啦因为家己外地来嘛所以你看会唱甲讲宫殿，或者宫山，迄宫山就是日本时代改，迄个改宫山甲改迄个打狗改做高阳，拢是共款迄个时代，所以即个嘉庆游台湾，当年嘉庆君毋捌来过台湾是啦，但是咱民间借着即条歌等于是袂输讲即个嘉庆君归台湾西透透，甲这地名拢甲伊念出来，变做嘛是一个足好诶，咱认识台湾诶所在。所以这若当做教材，我想迄单立委若嘛，可能伊感觉讲迄诸葛亮诶迄个节目无水准，拢无爱看，所以伊若看者了，伊也知影讲嘉庆君无来台湾，但是讲这地名伊嘛较了解啊。有影啦所以自这个嘉庆君游台湾，自南部开始，咱嘛自经历着这个东部有北中南，咱先自南部开始啦其实南部这个地号名，这个起源有真侪种这个讲法啦，亲像咱讲的这个有阿公店啦传说是讲有一个老伙仔伫遮开店啦这个路人就讲摕这个食物食食的物件啦也是讲草鞋茶水所以遮个店就是阿公店啦买手咧有讲叫做大公山啦咱讲这个铃仔这个部分铃仔是过去这个希望的这个名旧时这个徛家拢活伫咧遮伫遐拍这个希望啦这个寮就是较简单较这个较简单的这个小间厝啦所以才叫做这个铃仔寮啦这个嘉义闽乡其实就甲这个高雄的这个意思差不多相共啦另外这个玉井嘛是这个日本时代来改名过啦所以咱讲高雄也是讲这个规个这个南部来看其实这个地号名嘛是真正真充足啦继续咱要来互大家看讲这个高雄真正这个历史背景啦这个安怎号名佫有啥物款的这个讲法，各位来看一遍。
高雄旧名打狗，打狗旧名必须要登去15世纪。当地爬帽族马卡岛为着要抵抗海贼，伫港口周围种竹篮啊，号做打狗。打狗就是爬帽话竹篮的意思，这个名一直用到19世纪。不过用打狗当作城市的名号，也是伤过粗俗。伫1920年，台湾总督府办理地方制度改正的时阵，总算有改名的机会。打狗用日文相像的音，汉字改名号做塔卡。那我们说，今天台湾，300多个乡镇，有2/3的这个名称，它的旧称或者现在还在用的名称，是跟南岛民族有关。你就从地名就可以看得出，哦，原来台湾是南岛民族这么重要的一个区域。高雄它的旧称我们知道，常常听到叫打狗，或者叫打鼓，其实这跟狗跟鼓都没有关系，它都是来自于平埔族的发音。我们知道早期地名都尽量用闽南语读，才会接近原音，所以搭高峡，所以原来是平埔族打狗社的地方，叫做打狗的名称的时间很长。但是什么时候变成高雄呢？就是日本人来之后，日本大量的改台湾的地名。那它其中有一个原则，用谐音去改，搭狗，它就改成高雄。高雄因为日本音读起来读作 Takao， 所以搭狗 Takao 音就很接近了。我们后来就把它叫做高雄，或者念成高雄是这样来的，那就一直用到现在了。另外像水水，阿米是号做曲口，曲口意思是宾馆真阔，嘛叫做水尾，意思是秀姑峦溪的尾。日本人将水尾文发音密子哦，改做发音相像的密子号。台东鹿野原名鹿寮，日本人伫遮设移民村，甲新社鹿野农民移入，地名改号做鹿野。逐个地名拢有先人开发的故事，记录人文发展的分野。记者综合报道。是啦，这个南部看煞咱煞来要来对着这个骹部来到这个中部地区嘛是咱这个柯老师的这个地头啦咱讲这个台中这个部分，彰化这个花坛彰化鹿港这个云林古坑，还有这个苗栗啦这个台中清水牛码头啦，咱拄啊咱嘉庆郡游台湾嘛有唱着都是这个平埔族牛马社这个地号名，这个音译啦，去挖伊的这个音啦后来的这个牛码头咧，因为这个鼻仔口泉这个水较清啦所以改叫做清水这个南投直接咧，就是这个清朝的时阵，这个居民因都将这个生产的这个物件集中做交易啦所以叫做集集。这个鹿港，咱都要请教咱的鹿港专家鹿港佫有啥物特殊的这个地号名无？那讲到鹿港这一般社会较深识的就是这个蒙林巷还有叫做汤库庄。其实这个蒙林巷是英国有一出电影叫做《鹿港蒙林巷》，敢若是迄个叫做陆小芬搬的。事实上在地人无将的名称啦，迄就是条巷啊，华语叫做防火巷。另外我拄则讲的迄个汤库庄迄拄啊伫阮岛隔壁庄。这个汤库庄另外有一个名叫做古港。我较早硕士论文的时阵我就是有去做调查。讲英国鹿港要做这个港口的时阵，踮遐咧清水比重，清看倒位的水较重啦。用清的嘿，够清的，你知影？了后，迄古港这边算较无外海，所以迄叫做比重较轻。咱这海水较咸较重。所以落尾这个港口就是伫海墘那边所以讲内底的人较朴实有去骗去。是。这个古港有一个名就是这个汤库庄。这个传说讲英国迄搭有一条河沟通到海墘去。迄条河沟嘛要去迄庄，就爱过迄条河沟。有一日普渡的时阵，有一班这鱼仔就是这个咧搬鱼的要去搬鱼。要去搬鱼的时阵，落大雨啦，做水的时阵，迄桥煞跳放去，无补要安怎？就爱撩水过沟，去迄搭去搬鱼。这班鱼仔连工去到北庄头，人讲恁位倒落来啊，
啊，伊煞袂记你讲迄庄叫做啥物名啦是，啊，都迄庄汤库了水过来迄庄啦，啊，所以落尾说讲哦，啊，迄庄叫做汤库庄，阮迄搭有即个传说。是啦吼，咱讲吼，即个传说也好，还是讲咱讲鹿港真正是一个特殊的所在吼，即个腔口遐尔特殊，是以即个泉州腔为主啦吼。啊，其实咱讲过去台湾族群伫咧来台湾的时阵，咱讲因呐吼，真正是有一寡分者会当自即个你的即个历史调查来去做一寡较详细来说明啦吼。亲像讲，毋若干咱即个泉州即个历史分者啦，佫有啥物人？哦，这其实我的老师德老师吼，这就是咱台湾史的专家吼。啊，咱鹿港吼，这族群吼有这特色，就是讲吼，到日本时代，总督府的这个人口调查吼，99%伊的祖籍皆是这个泉州人。是。啊，所以鹿港不管是文化腔口啊，是这个民俗吼，有这叫做小泉州的这个名称吼。啊，事实上清朝的时阵。一开始毋是全部，皆是这个泉州人，是，所以咱为这个地号名吼，咱看出一寡拄则主持人讲的一寡这个分裂吼。可比讲吼，鹿港中山路有一间三国王，三国王，应该是客人吼。伊这吼就是讲伫潮州，是潮州迄搭，啊，所以头前迄扎这个中山路吼，古早庙做潮州街，证明讲古早迄搭有潮州人。啊，过来鹿港街仔顶，佫有一间叫做南靖宫，摆这官邸爷。是。啊，南靖是啥物？你知影？南靖就是即个漳州府的一个官，或者南靖官。是。哦。啊，佫阮倒拄则迄汤口庄边啊吼，边头佫有一庄叫做温烧厝。温烧厝即马写做迄个温度的温。是。啊，烧公水的烧。哦。啊，严格即个有一个。咱这个历史地理学界的这前辈吼，洪明林教授吼已经转去啊。啊，伊去调查的时阵是讲迄搭吼是这个漳州府云霄厅的人，云霄厅的移民。啊，听后口我去调查，已经拢无云霄人啊，拢是泉州人。啊，所以这云霄嘛是漳州府的，南靖嘛是漳州府的，潮州的这个叫做三国王。啊，落尾就是清朝时代吼，全台湾这个族群咧相拍吼，上严重的就是这个政权病，是，就是伫中华关。啊，中华关是记足多的，啊，所以有诶拍输伊就绕跑鹿港，啊，鹿港就愈来愈往这个泉州人去聚集的一个所在。是，嘿，啊，所以这寡地号名哦，用咧讲吼，来印证咱这个。有国华语有一句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伊个庙是也是迄个地号名，伊留落来，证明古早有一寡无同款的族群。即透过这地号名，咱看过过去这历史吼，江泉饼吼，迄当阵这个历史啦吼，啊继续往北部行。就是咱等下要请教某某的这个所在，咱先来看咱整理的这个图表啦吼。台湾北部什么地号名呢？大家较熟悉的，但是感觉伊这个名可能会当吼，较这历史来较接近的。咱看到这个北投啦吼，伊是嘛是我这个平埔族原住民这个巴塞这个族语啦吼，啊因这个北投吼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桃园。这个大区园啦吼，嘛是大地这个旱产啦吼，啊较早吼，则较欠水，啊较适合做这个咱讲旱治也好啦吼，啊是讲较这个会当种的这个菜色。另外咧，这个新竹这个関西遮吼嘛是甲这个日语的音来相我啦吼，啊实际遮嘛是甲这个日语啦吼，迄当阵有讲19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哦，将这个市街来改正啦吼，互伊原来这个本早吼水会当伫遮吼来。化停吼，迄当阵就改做是日本汉字写做实字啦吼。啊，其实咱过来请教某某吼，你是这个正港的这个台北人啦吼。台北有一个真好的这个地方名吼，景美。吼，阮若是住伫咧台北的人，拢知影讲迄个所在其实叫做景美啦。景美吼，以前阮阿哥就住喺景美，所以阮自细汉嘛知影讲迄个所在叫做景美。但是以前无想遐多，看到即个景美这两字，无去想讲伊为什么变做景美。是。但是咱即马就是亲像我拄仔讲的，即个。就是因为这个书写系统的变化，咱咧想，我咧想啦，可能是迄个时阵，迄个即个地震的方面的人员，伊可能是想要表现景美这两字，但是伊毋知要哪写，景这个景景这个字，景这个台语音，确实嘛有我景，有成，但是美这字咧，你讲要叫做美，这是要哪巧的，这我就较
较无清楚，所以有可能就是伊当初是伊敲袂迄个音出来，好，所以就是讲，咱就是讲，即马就是咧强调讲吼，因为咱即马台湾地号名，拄则老师咧讲的，即寡咱台湾地号名，拢会当表现一个所在伊的过去的历史甲文化，吼，这是无毋对。但是咱即马，我感觉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咱爱甲即个地号名音甲抓好调，咱爱甲伊正音就对啊。啊，要安怎来正音呢？我搁一摆来强调，就是即个书写系统一定要甲伊定落去。吼，咱袂当干那靠即个汉字，吼，咱嘛袂当有即个华语独尊的观念，看到汉字就干那要甲伊念做中文音。吼，咱若破除即个观念，吼，啊，搁来咱搁加上一寡咱的罗马字来帮助了后，即个音吼，即个地号名的音，才会当甲伊定落来。我感觉这正音吼，这是咱即马真侪地号名吼，首先就爱做的代志。啊，搁来就是我想要讲的是讲。咱台湾有真侪地号名，伊毋是音的问题呢，伊是规个名叫用改去。吼，规个改去就变做，譬如讲，我住台北市啊，吼，台北市大家都知影，讲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城，对无？吼，规个中国的缩影。对，吼，啊，你著住喺南京，吼，啊，你著住喺北京，吼，啊，你著住喺吼倒位，吼，亲像我著住喺中华安尼吼，我著又中又华。所以讲，这规个就是变做是。要来讲，这就是统治该站的人，伊要用这个地号名的方式，要来甲你压迫，吼，要甲伊要爱的物件灌在你的名内面，吼，因为名是最重要的物件，所以伊安尼灌入去，互你长期以来规个互伊锁去，吼，所以讲我感觉咱台湾地号名就是除了讲音爱甲抓好调以外，吼，就是讲这个名是毋是当初是啥物统治该站要甲咱灌入来，咱是毋是爱搁甲正名转来，吼，即寡我感觉这是未来咱台湾的地号名面对这个问题应该爱解决的问题。有影吼，这个正名是地咱等下当好好过来讨论。不过咱讲到这个正名吼，其实咱嘛会讲到过去这个1920年的这个时阵吼，这个影响台湾地号名，迄当阵是日本时代为着嘛要统治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这个日本时代的统治，迄当阵改地号名，啊，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阵，佫有这个改一个地号名啦吼。咱看到真侪，这是有复兴啦吼，这个名，咱等下请教老师来这个举例啦吼。咱要先带大家来看一张图表，就是讲1920年代这个市街改正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这个1920年然后10月初一的时阵，日本殖民政府伫台湾要实施着地方行政区这个改制啦吼，市街的这个改正，啊，台湾这个地号名甲行政区范围拢自迄当阵来确立。吼，今年拄好是满100年啦吼，啊，毋过咱讲满100年，其实有另外一站的这个思考，就是讲迄当阵是殖民统治的这个思考方式啦吼，啊，敢真正吼，虽然讲咱有真侪部分是沿用落来啦吼，但是有当时啊，这个思考方式嘛，改一个。咱讲全台行政区当阵是12厅，改做是5州2个厅啦吼，台北、新竹、台中、台南甲高雄5个州，啊，台东厅甲花莲港厅2个厅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这台北市有开始设市啊啦吼，啊，这个阿公店改名叫做这个公山，啊，打狗叫做高雄，这个阿狗改名叫做屏东，啊，这个平湖的这个马经吼改做华语的马公的这个写法啦吼。继续，咱搁请教这方面的这专家陈老师。是。拄仔先延续因拄仔讲的吼，即个地名毋是咱今仔日讲针对着迄个单立委，敢若你讲打狗即个代志，因为地名牵涉到足重要的历史，咱知影讲咱行过有脚迹。是。啊，其实地名会使讲就是即台湾即所有人历史经过所留的脚迹。你像咱足侪地名是迄个原住民是无文字。是。但是就是因为伊讲的话、讲的地名，即便你甲写做汉字。但是等于伊的历史嘛保留落来，是，所以这就足重要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讲，伫文化上来讲，因为咱是先有语言，才有文字嘛。啊，较早的人伊讲的话，甲写做即个地名，总是有一寡你即马一看，敢若无够水气安尼啊。啊，所以开始这统治者就会去甲伊改。但是咱知影即个地名有一个足重要一个意义是讲，我即阵人的尊严，因为这名不管你好歹是我好的啊。这是足重要，我号我的名，敢若我要做什物名，这是我号的。我要甲台湾叫什么，这是我的自主性啊。吼，啊，你看像拄仔用迄字的时阵，咱为国打到嘛那个讲啊，迄个发音，你这汉人就是挑工去甲写做精生的名嘛。吼，你像讲闽阳古早会讲做打鸟，有时讲做打麻啊，啊嘛是拢是讲鸟啊，对无？你甚至迄个像咱讲到屏东的阿狗，迄是还佫袂歹，甲写一个迄个诗的边啊，迄个音。有人嘛甲写做狗仔字的狗啊，迄嘛是反映出你家己自我中心嘛。啊，所以
1920年代进入日本的时代，日本人咱毋是讲咱咧讲日本外交对台湾哪，其实台湾总是无平等的殖民地啦。是。但是咱若咧看伊咧改即个对即个咱拄仔讲到100年前咧改台湾的行政区的时阵，其实伊是足用心的呢。你看像伊讲台北州、新德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你以台北州来讲的时阵，伊是已经涵盖即卖湘北哦，台北市甲即个新北市，包括基隆哦，甚至包括宜兰嘛是呢。其实宜兰铁路是到1924年才通车呢，但是人伊伫行政区的时候，已经甲即个台北即个规个地区就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哦。好势啊！嘿，你看新德的是新德州又考虑到桃园、新德甲苗栗，佫重要是啥？即3个所在主要是客人，所以伊是毋是干那讲凊彩安尼，一种地图黑白画呢？所以有即个设计，所以迄个时阵发展到等于100年前的时阵，台湾的都市有迄个规模嘛，所以台北、甲台中、甲台南，伊就甲改制做市啊。所以咱台湾开始出现做市，就是100年前。伫迄个中间内底，伊就是甲台湾的地名开始去抄。譬如讲有诶伊感觉名较长、较麻烦。譬如讲咱台北的迄个水灯卡，迄是有道理嘛，因为基隆河迄个海水涨起来，才到遐为止。咱就讲水流到遐就搁转去啊，搁有水灯卡。日本人有啥嫌麻烦伊尽量甲简化。但伊要干的要甲简化，伊嘛别讲我搁改做水反，水反都毋知啥。所以就改做讲。调色到遐为止，所以色纸。这日本嘛有迄个东京有一个所在嘛，敢若头迄个名嘛，叫做色流嘛，流起来流落迄个流。你像讲，咱拄仔你主持你讲着讲高雄迄阿公店，伊嘛感觉留啊伤长，但是伊这较舒心嘛啦，伊完全甲日本的地嘛甲搬来用，乌卡亚嘛，甲你扛落去变做迄个公山台湾台北这个上山。上山本来是蛇口，伊就甲改做迄个四国的迄个上山。即摆趣味嘛，即摆两个上山讲对杯啦，合做姊妹市啊。所以因伫改的时阵，就是讲有一种是甲改做敢若较典雅，互伊莫遐尼长。但是有些伊嘛会用心哦，甲迄个音互伊较接近的。比如说像拄仔咱讲到中华的迄个加东卡，加东卡伊就甲改做花旦，因为花旦的发音日本就是卡当，迄音是接近的啊。你像讲中华的田中，伊甲迄个变做两字，就变做田中，田中伊个敢若甲日本的共款，但是迄个音嘛是甲意思就较接近。这是因有时会尊重咱的历史，虽然伊是一个殖民者。当然伊嘛是有诶，毋是啦，伊就有诶完全甲日本诶地名拢甲搬来，迄也足济啦，迄款有啦，有来像讲牛码头，伊就改做清水，因为日本足济清水嘛，搁来着迄天皇诶名嘛，号甲台北市拢有啊，明治、大正、昭和町这拢有嘛，连因诶总督嘛甲囥做迄个什物町诶名，所以即项就是反映出讲，一个统治者伊若掌握着迄个权力，毋是你家己管啦。伊连伊个地名要哪甲你号都会使，号久了后，你就说变做，完全去互伊改变去。所以咱要看地名，毋是干那看较单纯讲今仔个，袂输讲咱针对迄个单立委讲你讲毋对啊，阮这做老师要甲你纠正，迄都无啥意思。其实咱要看较大的角度。有影吼，真正看较大的角度啦吼。毋过咱嘛讲即个名吼，人安那甲你安那甲你号吼，其实有特别的意思的。咱去继续请摸摸啦。其实你有头拄仔，咱私底下有咧讲吼，日本有一个小说。吼，引用者啦吼。对，就是讲，即回因为即个事件吼，大家会使来安尼讨论。拄仔老师嘛有讲着，即个所在的地号名其实就代表伊的过去，吼，伊的过去，伊的规个历史的脚链拢放在伊即个地号名内面嘛，吼。所以讲名其实是足重要，因为有真侪人，即摆的人会可能会讲名有啥物重要，凊彩想的名拢会使吼，但是。伫遮甲大家分享一个，有一个在日本有一个作家吼，伊写一本应该是足有名即个小说，叫做《英勇书》。然后这个故事是咧讲日本的即个黑暗时代、平安时代，吼，的一个等于是因的国师啦，吼，国家的一个法师就对啊，吼。伊即个小说非常的趣味，内面呢伊有一句话，吼，引起大家的讨论，就是讲伊是一个法师，吼，伊的这个法力非常的高强，吼，伊就讲其实咧，这人世间呐，吼，上界底的即个咒，吼咒，
吼是什么？是你大家敢知影？就是名。就是名吼。就是名吼，啊，伊个这小说内面有几段，伊就是讲着叫什么人的名，啊，迄个名就迄个人就袂叮当就对啊。意思是讲，咱人吼会缀着即个名，你号做什么名，人叫你什么名，你就慢慢就会变做迄个物件。吼，你会受着即个名会这个牵连。吼，所以讲人若要叫你吼中华民国，一直叫，一直叫，你就会变中华民国。又中又华。对啊，吼，啊，你若是叫做台湾国，你个未来就变台湾国。所以讲，即个名其实是最重要的。伫遮就是提醒咱大家讲，正名伊其实是有即个必要性。是吼，讲到正名吼，即个其实即个咱头拄仔咧讨论的时阵，即个老师有一寡烦恼啦吼，但是咱柯老师讲，即阵正名有咧开始啊，咱先请老师讲，你头拄仔即个烦恼是啥物？因为咱知影一个原则，就是讲咱先会讲话才去写字。写字。嘿，啊，你看咱台湾，你看有原住民，啊，原住民伊就无字啊。是。啊，你河洛人、客人，以古早来讲，足侪拢是为福建广东算较一般的人来嘛，所以有足侪人嘛毋捌字嘛。所以伊互迄个地名了，就遐捌字的人去甲写，啊，尾去甲改啊，吼。啊，所以咱咧看即种讲地名甲即个字的关系，吼，你会当了解讲。即个背后其实有足强的一个迄个文化的管理伫遐，伫甲你影响。是。吼，所以咱要去看即个地名，我一直咧强调讲，袂使遐尔单纯讲啊，无要紧啊，啊，著迄个名是，著知影有一个地名啊，写一个地址就好啊。啊，那安尼，我感觉咱现代哪需要这？咱每个人用手机啊，迄个 GPS 啊，迄个经纬度吼，甲画甲哇，恁兜著住喺倒一个点吼，啊，邮差照遐尼去放。23.3。迄袂使看做遐简单。所以你看，咱拄仔讲日本时代，因为日本时代伊基本上是用汉字啦，所以你甲看，伊伫台湾改地名时，并袂去用迄个日本的卡那来拼音嘛，除非是原住民的写。啊，所以你看伊迄个地名，其实基本上拢有意义的哦，拢有意义的。但是呢，搁再你搁较看落来是，咱尾啊，因为要国际化嘛，所以咱的地名开始有拼音嘛。即个拼音的过程内底吼，用中文咱就莫讲。你顺讲，咱台湾开始即个人教会入来台湾，伊注意台湾的人其实拢毋捌字嘛，啊，所以甲你教你教会的白话字，所以伊就完全照你讲的话，甲你拼即个音嘛。所以台湾伊嘛就是写台湾，你看迄个 TAIOAN， 啊，你就知影台湾啦。吼，啊，但是咱知影，因为咱过去是用国际通用迄个他们所谓的迄种伫拼的是，其实咱拢足惯势的嘛。吼，你顺讲即摆台北就是 TAIPEI 嘛，吼啊，结果毋是咱差可能咧10年前左右吧，吼，就甲开始翻做迄种敢若是中国伫用的迄种汉语的拼音了后，其实伊有一寡迄个拼法，咱是无法度拼出台语，啊，甚至是咱拢袂管是，你有时咱会看到地咧，迄地名出现一个英语的 Q 有无？吼，我感觉迄个。啊，迄个袂晓读嘛，科啊是 C 还是？袂晓读啊，咱真少迄个拼音用 X 嘛，哦，因为中国的西安伊就是 XIN， 啊，人因用惯势啊，啊，但是咱用迄个 X 来拼音，咱古早就无用即个音嘛，所以造成咱台湾足麻烦的，其实有的嘛是搁用旧的啊，无你讲像你要改，你无你台北你照改，你爱改做啥？爱改做。TAIBEI 呢？哦，B 啦吼。嘿啊，你连高雄你嘛爱改做迄个拼嘛，但是伊搁种两套啊。有一种是保留本来迄，啊有一寡迄落去黑白改，你看迄车头啦、迄车路啦，我拢改迄，其实甲咱的发音过去惯势用的无共款哦。啊，甚至有时啊，含咱即个台语这嘛无关联。啊，所以顺拄啊某某伫讲的，就是讲。其实咱若照尊重讲，即个语言，就是即个人伊讲话会伫创的时阵，咱应当是讲啊，譬如讲去苗栗地区，迄个地名无要紧，你用迄中文去写，但是人客人伊嘛会晓发伊迄个音嘛，啊，你咧拼音的是应当是爱用迄个客语的拼音，啊，你譬如讲你去花莲台东人拄落去经过阿米斯，还是皮乌嘛会经过的所在。你即便你是用汉字来写伊的地名，但是你照讲爱拼音因迄个话，安尼毋只会当甲迄个地名有迄个识别的作用以外，佫有迄个在地文化，啊嘛是尊重人迄个。我就讲地名是我号的，我要号安怎那会袂使。迄个后壁是咱人的自主性啊。有影吼，即个自主性，即个部分，敢有已经咧落实啦？即马吼，咱即个内政部吼。因为咱就是有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即个放送的法律的
要求。啊，真侪民众拢讲吼，啊，迄录音的拢黑白读，读的毋是在地的讲法。啊，所以咱即马内政部吼，伊有委托台大第二系有做即个地号名诶，即个标音，啊，佮有即个建议的音图。啊，就是讲迄个所在，若本底是讲台语的，伊就甲标台语的罗马里在地人安怎读？客话就写客话，原住民的就写原住民的。吼，即马先为即个大众运输系统，基本上就是车头，因为车头有迄个站名，佮有咱这台北高雄即个捷运站，未来这公车站豆来如来，对来落实即个较在地诶讲法去甲读，可比讲咱台北市即个大直啊。其实台北人吼是讲大，那台北的腔口是讲大直，大直，因为迄搭归人河掠直啦，是，大直啦，你若去听迄个风送的，多数拢读做大直，就无照在地的讲法。是，照在地化的这个讲法，然后就是未来咱讲台这个地理系已经有教授，已经开始要安尼做吼，先自这个大众运输的这个系统落去做啦吼。不过咱阁讲到这个正名这个重要性啦吼，咱讲过去这个公民力量伫咧参与这地，可能吼在地力量也无遐尔足啦，哈，无遐尔够。咱讲过去这个介绍路会当改做是较搭个人这个部分吼，是指当阵这个淡水边前总统落去创的。但是咱若讲在地声音、在地力量，要来杀这个在地正名，亲像讲平埔族也好，伊要在地化的这个正名，因有透过因会当透过什么款的这个方式咧？对，我感觉大家会使来讨论这个问题啦，吼，因为过去可能咱人民无这个认识，吼嘛无这个意识。吼嘛，无即个能力，吼会当去改变讲人顶悬的人叫咱叫啥，咱就爱叫啥。以前的人可能是安尼，但是即马一直惯掉咧。对啊，但是即马咱已经是一个公民的社会，咱台湾人已经有即款的即个意识出来，吼，所以我毋知影讲这是应该是毋是爱各地，吼，比如讲我住即个。中正区，我嘛对即个中正区的名真无关系。我以前号做城中区，就会当代表迄个，就是台北城的内面。伊甲我向改做中正区吼，所以我是毋知影这是毋是应该，譬如讲，阮的中正区、阮城中区的人，大家来联署，还是讲安怎来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再来去要求政府来甲咱改，还是安怎？我感觉这会使引起咱大家的讨论啦，因为。毕竟咱即马已经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咱嘛是一个公民的社会，咱要叫什么名，咱家己爱有主张啦。所以这个公民的力量啦吼，老师你安怎看咧？公民的力量若是讲这个地号名要甲伊翻过头讲，我在地名就是安尼好啊。我感觉即个改即个地名吼，其实无什么困难吼，咱大家爱惯势，我足简单举一个例啦吼。你看咱较早去韩国有无？是。去因的首都，大家嘛讲去汉城。人韩国的政府讲开始爱正名，爱叫做首尔。你看即马所有的台湾一寡迄查某囡仔去韩国，伊敢会讲汉城，大家嘛讲我去首尔，吼去买一大堆物件。是，吼你看像讲即个斯里兰卡，吼古早迄个因的名嘛改过啊，有无？吼，迄个到寡迄个比如嘛缅甸，咱改做缅甸，大家嘛拢做惯势啊。所以其实毋是遐困难的，拄啊像某某伫讲迄。我知影地方自治条例吼，改迄个街路的名吼，其实有人去联署，送去议会去讨论，有过半人去改过啊。咱台湾足侪所在拢改嘛，你看咱过来讲高雄好无？高雄有一个区较早叫做迄个三民区啊啥吼，伊即马叫做南马社嘛吼，迄个有原住民嘛。咱台中遐。迄个和平乡有一个学校，伊叫做大关国小啊。人因就是透过因的学生、老师、甲家长、甲部落大家投票啊。所以尾后甲改做保姆嘛，国小啊。迄个校长嘛得到奖啊。所以其实毋什么困难吼，这足侪所在其实拢会当改。你像讲改就惯势啊。你像即马敢会讲？迄个听讲拜六有人要来走来开刀的，敢会讲也袂管是讲我号召群众要来去介绍咯，对无？就是这个开刀啦。嘿，人大家拢会管事。你看像咱南部有迄个马卡道大道，大家嘛拢管事啊。即款的改的时阵，其实毋安尼困难。较早拢会讲，改这真麻烦啦，什物你的证件一大堆，你的身份证，你的驾照拢爱改。比较证书档爱改，其实即马毋是啊，即马规个咱台湾的电脑系统偌进步咧，马上迄个地保村甲改做苦家用，安尼整下一个市所有拢改过。其实迄毋是虾米困难，所以咱
若要做这样代志吼，毋是去想讲，迄是安怎会袂当做，应当是讲要做这样代志，可能爱去处理什么款的定数。OK。啊，你若清楚，迄其实无啥困难，因为我有了去查过，迄个改迄个街仔路的名、改地名，迄其实拢嘛有迄个制度。其实咱主要是咱拢惯势。是，拢惯势啦。啊，你叫我阿狗就阿狗，你叫我阿猫就阿猫，迄是毋对的嘛。所以你甲我拄有讲啊，较大种国家的名免改，你看像咧尼德兰，咱较早拢会叫人荷兰，人伊嘛讲莫叫伊就是 The Netherlands， 伊就是这基地国。啊，你久了，人大家都惯势啊。吼，啊，你像讲中华民国即摆硬甲你压伫台湾，啊，其实人都查过啊，讲你查Google台湾的数字超过中华民国啦吼。嘿啊，你若久惯势了后，啊，其实。即个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国家的名，所以我感觉改做台湾的名嘛，毋是啥物困难啊。这个改名毋是困难，上重要是这个意识爱大家吼斗起来吼，这个部分咱继续过来请教某某啦吼，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外交呢吼。对啊，外交，但是即马足侪人都是讲啊，改这什物或什物成本足悬的等啦吼，拄则老师嘛有讲着，其实这是。一念之间呐，吼，你要改无爱改，要改无爱改尔，吼，无遐做话通讲啦，吼。我阁甲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讲名即个物件遮尔啊重要，吼。咱讲以前古早时吼，这查某人吼，若是讲嫁出去了后吼，即个大家官会改互一个新的名咧，会改互一个新的名，吼，意思是讲。过去的代志，你全部甲我放袂记，你即马就是一个新的人，或者即马听起来吼，因为阮阿嬷本身就是安尼，我会感觉足毋甘的，就是讲咱徛伫咧查某人的角度来看，感觉毋甘啦吼。当然这是过去的代志，但是咱就是会当了解讲吼，名是偌尔啊重要吼，咱一定要为咱的名，毋管是国家名，吼，还是讲阮兜的迄个区的名，或还是讲阮兜迄条路的名，吼，咱拢爱坚持落去，因为这就代表咱过去的所有历史，咱所有的一切，名的重要性。那亲像袂当亲像过去咱讲吼，嫁入去新的这个大家都要甲伊旧的这个家庭的物件拢甲单献杀去啦吼。其实咱过去的名嘛，都叫做大元，然后下的这个字台湾，吼，继续先教老师啦吼。是咧，等于咱讲较大种来讲台湾吼。你像开始的时候，咱讲即个打狗啊，无毋对，其实吼古早嘛有写。打鼓啦，其实你明朝的时阵，甲咱台湾南部就是写打鼓，是，啊，这就表示讲，其实这个音本来拄开始就是也无甲定型嘛，无甲定型，所以会写无共的这个情形。是，啊，你甲搁较讲较大的了后，就是讲，吼，像伊讲打鼓、打狗，吼，啊，尾啊，咱台南就讲。台湾啊，嘛有写大甲小的迄个大湾，吼，啊，尾嘛有人讲叫做台湾，啊，有人讲台湾，吼，啊，这有无共的讲法，有人会讲迄是迄个平埔族的社，啊，嘛有人讲迄是因为咱到台南看到迄个真大一个海湾，啊是大湾，啊大湾渐变做台湾。啊，所以你共款啊，即个地名伊嘛是共款了咧变嘛，有一个小的所在变甲足大嘛。是。啊，所以咱你来看到台湾的时，你就像讲外国人因咧国名嘛，你改啊，你改迄个名，甲迄个实际你个国土无影响嘛。是。你比如讲好了，中华民国你甲改做台湾国，啊，敢有讲因为安尼来国土变较细？啊，除非讲你甘愿无爱，或土地无爱。所以对迄个土地其实无足大的改变。是。啊，咱人伫迄个所在生存久了后，是安怎讲？这地名真重要。迄个地名开始是你甲号名，比如讲，我甲叫打狗、打鼓，我叫台湾、叫大湾，啊叫了变做啥？久了会变做讲，迄名是我号的，但是久了咱是变做这个地名的附属名呢。所以讲，我甲伊号做台湾，叫。几落代了，讲你是啥物人？讲我是台湾人。嘿，我祖先甲号的名变做我是遐的人。啊，所以咱讲这个地名，甲咱这阵人的迄个归属的关系，就是讲这个土地典型就是迄个地名。啊，那你若讲用国土来讲，啊，这个国土的名就是国名。啊，这阵人伫遮咧生活，就是这个土地上的这个人，这个人要形成一个国家，啊，就正常就是。真正常的方式就是变做什么名就是什么名，所以毋知咱就讲正名，啊，这嘛是咱人的惯例啊。吼，所以拄啊某某咧讲就讲，无毋对，你看像古早迄查某囡仔足可怜啊，咩罔腰啊、罔翅啊、菜花、油麻、菜籽，好甲迄，啊，所以咱嘛是重视咱人权啊。所以咱即马民法规定，咱即马会当改
改名呢，敢若总共会当改3遍。迄就是讲表示讲我对你即个人的尊重，因为你开始出世的囡仔无法度家己号名嘛，是老爸母家己号啊。当你成年了后，你会感觉讲啊，即个名我无爱，我会用改。甚至为了伊家己个人的一寡私人的代志，嘛会当去改啊。那共款啊，咱古早毋是啊，你看原住民拢一定要叫伊。叫甲迄个什么林正二吼，足正的这个正二。是。啊，人即马人咱嘛甲尊重，咱原住民嘛会当恢复伊家己的名。是。啊，共款啊，咱这地名，咱毋是讲古早就好啦。是。就是讲，因为本来地名伊是有迄个地理的意义，甲迄个历史的意义，是。甲迄个咱人的感情联系的关系，重点是这个所在。所以这个地理的意义吼，咱来当恢复吼。啊，进一步来讨论正名，嘛是会使的吼。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柯家勇老师啦吼，咱自这个又搁向吼，讲到这个咱讲台湾可能正名这个问题，咱嘛讲到，因为咱台湾本地就是这个族群真多元的这个背景啦吼。啊，咱头拄啊，这节目头顶嘛有请教你，就是讲这个江山病这个部分啦。咱讲彰化搁有一个所在叫做河米啦吼，这个河米基态就是又搁河又搁米啦吼。来望这个咱台湾这族群会当透过讲啊，继续伫遐做参详也好，哈，莫讲这个社会来拆分开、拆对立安尼啦吼。继续咱请教柯老师。咱讲到这个国名啦吼，即若白头用咧讲国啦，该用咧读国吼。啊，这个国名严格像主持人即马讲的，这个河米伊较早嘛是平埔族的地号名，是。啊，搁彰化吼，搁有一个所在叫做营井，啊，因在地腔口嘛足特别的，因叫做烟井的鸡仔饼，电，用铁钉啊电嘛电袂落去迄种腔。啊，营井吼，较早叫做关帝厅。啊，咱拄则讲清朝时代，这彰化县吼，伊这精转饼，这就是讲咧饼庄吼是上激烈的。啊，所以这规可比讲这营井啊，搁这河米吼，是安怎归做这个名？就希望主持人拄则讲的。营井就是永远平静啊，永远平静。啊，河米就是共同来创造一个和平美好的将来。啊，所以这国名若是歹的名，咱就甲改过；啊，若好的咱甲留的。啊，重点是要像老师拄则讲的，咱是甲这个土地、甲这个地理、甲这个历史有关联的地号名啊，留咱的家家顺顺，安尼毋则较有意义。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河米，希望这个透过这个节目啦吼。咱讲台湾社会，莫搁拆这个对立啦吼。其实咱嘛，这个尊重这个每一个族群，因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啦吼。啊，殖民统治有伊这个历史背景，但是即阵爱做的就是讲正确入捌你的这个认同啦吼。继续咱过来请这个某某遮啦吼。这个认同这块一定真重要。咱讲语言嘛是对着认同，咱讲台文字的这个书写嘛是一块。是无毋对吼，就是讲咱拄则就是看到真侪咱地号名吼，其实都是一个重点尔。吼，就是讲伊的音无法度留落来，伊的音为啥无法度留落来？伊过去咱无做这个发展，咱过去就是看到汉字，敢若就是读这个华语音，所以这个音才无留落来。吼，啊无咱若是讲即摆，譬如讲即摆这个少年辈，吼，咱若以这个景美这个例来讲就好啊。吼，景美留，但是到我可能我阁留会掉，看到景美这两字，但是我嘛是甲读做。景美，但是咱到后一代呢，吼，因即马无即个意识啊，伊看到伊就是变景美啊，景美就永永远远变做景美啊，即个音完全就是拢无共款。所以讲，咱即马就是讲哈，咱爱建立的就是讲，咱爱有即个意识，吼，就是讲咱要一定爱吼建立一个书写系统，吼，甲咱的音留落来，看到汉字毋通干那会晓读华语音，吼，啊，咱即马大家即个台语的程度已经变做咱无即个。罗马字袂用的啊，因为你无罗马字，你这音就是留袂落来，你就是会变走进去。好，所以讲咱大家就是爱有这个明白吼，因为咱即马咧台语咧推动的时阵，台语要甲伊正常化，爱甲伊文理化是上重要的一步。啊，咧文理化这个过程当中呢，咱就是爱突破大家讲这个汉字，看到汉字毋通干那一直要读华语音。好，所以讲今仔希望讲看到咱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吼，会当建立这个观念。吼，安尼咱就是会
当把咱的这个地号名等等，会使搁甲保留落来，才袂一个一个拢安尼放过去。咱拢甲祖先讲的话，规个拢走进去，拢变无共音去啦。是。这就是这个地号名甲咱的书写系统的关联的重要性。有影啦吼，咱嘛袂使讲吼，独尊这个优势腔口啦吼，咱这个保留这个鹿港腔嘛是真重要，所以这个教育部真侪方言差拢甲保留起来。继续咱请教柯老师。这个即马咱教育部吼，这个台湾闽南语的常用词词典其实吼是做了袂歹啦。是。伊毋若讲吼有咱这个某某拄则讲的这个罗马里的飘音，还有真人的发音，即马要学这个言语吼，甲较早已经袂比哩啊。古早你学英语一根字典看规半部嘛读袂出来，毋知 native speaker 到底安怎读。是。即马毋是，即马网络顶你离了，你就知人即个 American English 安怎读 ，British English 安怎读，你要学 English 嘛会用。咱教育部的这台语的词典做了佫较好的，就是讲吼，伊有列即个方音差别。这是中山大学张炳生教授伊所做的即个调查，真无简单。这也是20年前做的调查咯。迄若即马要去调查吼，有诶问袂着咯。有诶问袂着。因为咱即个。我讲 GT General Taiwanese，台语会往一个较普遍的腔口，台语的普通腔来应用。所以咱这个教育部上无甲这个资料留落来，这是一项足好的这个计划。所以嘛保证讲吼，这个各地腔口正式吼，咱用这个路继续甲伊保存落来。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感谢。